大家買完飛之後都好緊張，幾時會收到成功購票嘅確認電郵。但如果你係用 Apple ID 登入 CityLine 會員買飛嘅話，就要特別留意自己嘅手機設置入面會因為開啟咗隱藏我的電郵嘅功能而影響收取確認電郵㗎。點樣先可以確保收到 CityLine 發出嘅電郵呢？首先，你可以檢查一下 Apple ID 綁定嘅真實電郵地址入面嘅收件箱同垃圾郵件。如果見唔到 CityLine 嘅電郵嘅話，可以去到你嘅 Apple 裝置設定入面嘅賬戶，揀 iCloud 加功能嘅隱藏我的電郵選項，然後檢查一下用嚟登入 CityLine 會員嘅登入資料，睇下有冇開啟轉寄郵件功能，同時睇下轉寄到嘅電郵地址係唔係正確。做好以上嘅設定之後，如果都未收到 CityLine 發出嘅電郵，可以停用登入 CityLine 會員嘅隱藏電郵地址後再重啟一次，或者透過電郵同 WhatsApp 聯絡 CityLine 嘅客服團隊，並且提供你嘅私密電郵地址，等我哋幫你處理啦。